1959至1962年亦都係和平時期嚟嘅，當時冇仗打，風調雨順，連颱風都冇啊！嗰3年連大即係細嘅梗有啦，大嘅颱風都冇啊！直至63年先有溫黛嘅啫。59至62年啊，啲人查翻成個亞洲區嘅天文台嘅記錄，都係風調雨順，水災特別少，風災幾乎冇。點解會餓死幾千萬人啊？係唔係因為3年特大自然災害啊？梗係唔係啦。係咪因為蘇修逼債啊？梗係唔係啦。人哋講到明，知道你餓死人，唔使你哋還債啊。等你哋咧搞翻掂先。甚至乎如果你哋需要，我哋可以援助翻你糧食。哇！共產黨一聽到啊，即時着燈啊！乜撚嘢要援助？我哋幾時有餓死人啊？我哋唔單止我哋要還債俾你，我哋提早還晒俾你，結果將所有農民嘅糧交晒俾呢個蘇聯，提早還錢。根本人哋冇逼債，係佢自己要面死衝，結果餓死幾千萬人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中國政府啦，呢啲叫核折騰啊！